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的登记会拄结束，因为争取会无完成的事项，加上市府新提未少的电付款案，因此议会下午召开听事委员会，确定第3届第9次的临时会召开议程。临时会议事日程，那会期定于9月1日到9月10日在新宁明治艺术厅召开。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9次临时会确定伫9月1号，要伫明治艺术中心来召开。会中除了听取审计部、台南市审计处的总决算审核报告，另外嘛将联系审查109年度台南市的总决算，以及各项的电付款案的审议。总共16案，金额1亿1090万，以及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光电的请愿案专案报告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